Samsung Galaxy Z Fold 7瘦身成功，但係唔包相機模組。三星預計將會喺7月發布新一代嘅摺疊螢幕手機產品，其中大螢幕摺疊 Galaxy Z Fold 7將會採用超薄機身，不過因此亦都令到相機模組更加突出。從最近曝光嘅配件圖嚟睇，Z Fold 7嘅相機模組將會相當明顯。Reddit 嘅三星摺疊機嘅討論區入面，有網民分享咗一張三星 Galaxy Z Fold 7保護殼配件嘅圖片。雖然大部分嘅機身都被遮蓋住，睇唔出外形設計，但係從側面圖就可以睇得出，三星 Galaxy Z Fold 7嘅相機模組將會明顯突出於機身。傳言三星 Galaxy Z Fold 7嘅主相機將會搭載同 S25 Ultra 一樣1:1.3寸2億像素嘅 Asus HP2 感光元件。尺寸比前代嘅1:1.56寸明顯增加咗，令到相機模組嘅體積更大之外，亦都可能係因為 Z Fold 7嘅機身太薄，令到相機模組變得相對更加突出。Samsung Galaxy Z Fold 7預計搭載 Snapdragon 8 Elite 4 Galaxy 處理器，內螢幕將會增加到8.2寸，比例更闊，並且邊框可能淨得1mm。傳言摺痕將會大幅減輕，並將會支援全新嘅 S Pen。三相機系統嘅主相機就採用同 S25 Ultra 一樣嘅2億像素感光元件，但可惜電池容量仍然係4400 mAh， 並且淨係支援25W嘅插電。Samsung Galaxy Z Fold 7預計將會喺7月同貝殼摺疊 Z Flip 7同步喺紐約發佈會登場。兩款手機喺最近亦都陸續通過咗美國等等嘅國家嘅驗證機構嘅認證，登場時間相信已經近在咫尺。另外有消息指Z Fold 7同埋 Z Flip 7嘅售價可能將會同前代相同，相信對有興趣嘅網友嚟講會係一個好嘅消息。今集嘅ePrice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